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師帶嚟到油塘嘅高雲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280尺，屋主求構成為2房1廳嘅。而今次咧，我係創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主要利用咗淺褐木紋嘅地磚襯托白色嘅顏色，希望有一種簡約、舒適同埋實用嘅感覺。而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咧，係包括咗全屋嘅地磚瓷磚更換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鏡、櫃浴屏，另外仲包咗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油漆、房門同埋玻璃趟門等等嘅，合共係2270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仲冇其他附加費用，已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呢個單位啊！首先，我哋先介紹廚房嘅位置。廚房嘅櫃身呢，我哋喺頂部做咗一組吊櫃嘅，而下方嘅櫃身設計咗個 L 型嘅櫃身，留咗放洗衣機嘅空間。而我哋喺石面方面做咗2層，可以分開煮食同埋洗碗嘅區域。廁所門呢，我哋選用咗白啡色嘅巴士門。今次廁所入邊都係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淋浴空間嘅位置選用咗銀色嘅 L 型玻璃浴屏。然之後嚟到櫃身嘅位置。頂部咧選用咗2門嘅鏡櫃，出返嚟廁所門隔離嘅位置呢，我哋做咗一個吊櫃連儲物櫃，而嚟到呢一個位置呢，我哋做咗一個電視櫃嘅。然之後嚟到第一間房間嘅房門呢，我哋選用咗白色嘅趟門，選用咗3尺嘅地台床，床頭嘅位置呢，做咗一個儲物櫃連床頭櫃。而今次房間嘅特別之處係選用咗儲物櫃同埋木板嚟間房嘅。然之後嚟到第2間房間，我哋選用咗白色嘅玻璃趟門，而房間入邊呢，選用咗3尺嘅油壓床。床側邊嘅位置做咗一個到頂嘅大衣櫃連書台。今次整體成間屋嘅用色呢，主要選用咗白色配搭木紋嘅顏色，整體睇起上嚟簡約得嚟呢，又更加舒適同溫馨嘅。